好，你看刷来吼，咱第四个单元就是讲全球气候与环境变迁，啊，这个讲到咱的环境，啊，咱四之一讲到咱的海洋啊气候变化，因为咱海洋的环境甲咱的气候变化关系都大，咱第二标题有80%的海洋嘛，吼。啊，然后咱影响到咱的气候，咱就讲到温室效应、温室效应，所以是之后发烧的地球可以讲温室效应。啊，43台湾的天然灾害，咱之前咪讲过啊，咱讲过风灾，讲过地震，这毋是天然灾害。啊，不过这单元的天然灾害集中在水的造成、气候还有水的，包括下雨这一些。造成的天然灾害，好，所以这是咱第四章讲的。啊，尾啊，4之4改变世界。你刚才讲咱人类小国家吼，为着咱改善咱的环境，吼，咱做出啥物的拍片，吼，这是咱第4。上尾啊，因为你讲咱学地球科学是为着啥物？为着咱讲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啊，你想那无愿意搬去火星？啊，阮兜住好，我想要搬，对无？迄下山走就是安怎？住不下去啊！当初真怎会唐山过台湾？大陆遐迄个泉州人、漳州人，伊想要来过来湖水沟，过来台湾，迄个生活不下去了啦！伊的本地生活不下去了。啊无，越过台湾海峡死偌济人伫咧湖水沟，啊来遮，阁有原住民抬牌的，系啊，到这种蛮荒地方去垦荒，那一定很辛苦的啦。你当你本地所在，你当住好好，你是安怎会搬，对无？就像现在美国的统计，走先到美国的。中国人突然暴增，你有知影啥物原因啊？伫咧家己的所在生存袂落去，只好走线到别个国家去啊。啊无你过了好好，你要叫你迄个，迄毋是移民呢？移民是好野人呢，人遐买厝自产呢，还是高科技移民呢？迄走线什么意思？违法的呢，用钱去乌西去偷渡呢，迄掠着拢拘留起来啊，因为阁有一个船啊拍落来，规船的人拢漂移，规船拢漂移，所以迄是足艰苦的吼。所以咱保护咱家己住的所在，好。好来，咱讲的洋流，咱先来看海水有波浪，甲咱的海潮袂潮汐。啊，咱这拢讲过啊，咱想要来讲这个洋流，来你看课本迄个第几啊？121页，这世界洋流的分布。来，你看这个图，你甲我讲洋流是因为啥物安尼旋转呢？我来讲这部分季节哦，没有分季节哦，一年四季拢安尼说哦。所以你认为伊设这个方向上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啥物？是因为啥物？地球自转。对，地球自转。你有发现讲伊南北半球无拄啊倒并对无？是毋是甲咱的风台低气压旋转方向相共？南北半球，你看到迄个一年四季拢是安尼，你就知影这是甲地球自转关系，因为地球自转袂因为一年四季冬天就是倒并说嘛，啊你若因为季风的关系，你就会造成讲，夏天跟冬天不一样，好，所以咱看咱附近的就好，咱来看小河北大西洋，咱看这四个洋流，伊才有平中性，平中性知影无？你若做平中性啊，你塞一个玻璃杆仔内底写一个情书啊，啊你弹出去啊。啊，就毋爱对人摕迄个情书漂洋过海来看你啊！无定定是一个乌人，吼、
哎嘛袂歹啊！你的血统越远，生出来小孩越聪明呢。好，曾经有一个介绍，我印象中我毋有记唔对无？日本的学生，吼，伊要做一个计划，个养柳的计划，爱写一个平常心伫咧干仔淡水，爱讲我要做计划，所以你捡着这个干仔。请你安怎甲我联络？顶悬有 email 有啥物啥物吼？啊，而且伊即个批哦，有介绍有写7种的文字，包括英文在内。结果，互美国人捡着，经过过6个月，真正漂洋过海来甲伊联络啊。哦，所以这洋流流向是安怎？咱看。咱遮一个北赤道洋流过来，然后呢，遮一个黑潮，咱台湾伫遮哦，黑潮去北上到北极遮，一个北太平洋洋流驶过来美国，啊来这美国的西岸，美国西岸，这个是加州嘛，哦 ，California 嘛。加利福尼亚，嘿，洋流，啊，拄安尼踅一个，拄啊踅一个，这个是咱北大西洋洋流，其他的咱你家己参考，以为嘛无下水，敢若写一个南赤道洋流。好，啊，咱就讲这个黑潮，黑潮因为伫赤道遮起来的，所以伊是一个暖流，啊是安怎叫黑潮？水较乌啊，是毋是水啊太高？哈，倒冰，伊水较清气，它水比较干净，因为光线落去，海中若有迄个杂质、浮游生物也反光。啊，若做清气的，这个光线就直接通过，所以就看起来色较深。所以黑潮就是这段海水较清气，所以看起来海水的色较深，好，就叫它黑潮。好，它是一个暖流。所以咱来看西部遮吼，咱黑潮影响着咱台湾的天气甲迄个渔产，因为你遮对黑潮起来，你有看过迄个《海底总动员》无？邦丁尼莫寻找尼莫，伊内底一个那海中的高速公路的，迄个鱼群正对高速公路后对海流安尼冲，那个洋流，它就被带着走了，所以鱼群就这样被洋流带着走。啊，你若要掠鱼的，你就顺着洋流的让掠鱼。咱西部分析，台湾伫遮。黑潮的主流，一年四季拢安尼为太平洋，这咱台湾的东岸、台东、花莲遐，拢一年四季拢安尼行。啊，毋过黑潮的支流，就是为台湾海峡遐过来的。你要注意哦，伊会受到季风的影响，安怎影响？咱冬天的时阵，东北季风。吹到迄个大陆沿岸流南下，拄啊甲伊相逢，所以受连个大陆沿岸流，冬天会是互伊逼挖头，为南海遮过，所以造成咱台湾的冬天吼，遮暖流，东岸是暖流向上。西岸是寒流来，这个很冷的大陆沿岸流下来。第一，伊这个暖流阁有走到恒春半岛的，所以恒春这个所在，是安怎叫恒春？所以冬天冒黑潮，给它温暖。嘛造成讲
咱的中北部，咱若共纬度的东西岸哪边会比较温暖？东岸会比西岸温暖，因为东岸才是暖流起来啊，西岸才是安怎寒流就来啊，寒冷的洋流就来啊。啊，毋过遮就来带来啥物？带来乌鱼，乌鱼爱寒的，所以乌鱼会对这落来，所以有无？咱本遮迄个猪肝啦，吼，蚵仔料遐拢料乌鱼，啊，拢盛产乌鱼子对无？乌鱼其实无好食啦，啊，乌鱼子贵乌鱼子乌鱼羹啦，吼，就像迄鲨鱼贵伫咧鱼市啊。啊，毋过，至少你乌鱼掠来，你是规只共食了了着。虽然肉歹食，毋过袂遐俗的嘛是，袂去。啊，毋过鲨鱼足可怜，鲨鱼因为有迄鱼刺，所以鲨鱼佫足大只，所以伊个鱼刺拢挂落来，规只鲨鱼拢会弹伫海里，佫活的哦。但是它就在海里流血等死，躺在海底，所以食鱼刺是很没有道德的，啊，那无以后恁迄个结婚喜酒喜宴名单，拜托诶，看到鱼翅诶这道菜，把它换掉，啊无你个变成残杀鲨鱼的帮凶。鱼翅无啥物营养啊，鱼翅胶质啦，伊嘛无啥物味啦，鱼翅就是靠迄汤鱼翅羹来提味啦。哈，啊，所以伊贵，就是因为少，啊，所以鲨鱼肉很难吃啊，所以变成说它的肉不值钱，鱼翅很值钱，伊海较可怜。讲咧食鱼，讲咧第二，我嘛甲大家讲，你要食鱼啊，你嘛爱选对种鱼啊，你选对种鱼啊来食好，你若学过，啊怎判断，我来讲，选迄巴掌鱼，它没有巴掌鱼，就是甲你的手掌差不多大迄种鱼，伤大甲伤细拢莫紧。我以前看着阮母啊去煎迄个托特鱼吼，土托鱼啊，我拢伫研究伊盘仔迄只鱼哪会生得遮奇怪。托特鱼倒伫盘仔是即种形状的。啊，我细汉我看讲，即种鱼哪会生做遮奇怪？是安怎游泳？啊，中间了是伊的目睭呢。啊，落尾，你啊知，托特鱼足大只啦，这鱼是中切一块安尼，像迄吐司安尼切一块，它会变做这种形状。托特鱼啦，鲔鱼啦，鲔鱼安怎讲？蚵仔称。黑鲔鱼叫蚵仔称，鲔鱼叫蛏啊。啊，个旗鱼啦，旗鱼。这都大型鱼类，大型鱼类卖食。第一，搁要互咱食了啊。第二，伊是海中的最高食物链。咱人类的物料，咱来讲重金属拢排落海内底，排落海内底了，浮游生物吸收了重金属，小鱼吃了浮游生物，中鱼吃了小鱼，大鱼吃了中鱼，层层累积，所以哪里的重金属最多？大鱼，所以人讲孕妇卖食大鱼，就是容易伤到胎儿。啊，孕妇袂当食，啊，咱成年人该当食。吃啊，吃爆它啊，怎么吃？重金属就是你的剂量，你食偌济，你体内排袂出去哈。你成人的耐受剂量比较高哦，比较高不是无限哦。你食到当时到你的忍受剂量啊，你就按规个人倒来，唔知？所以不要吃大鱼，也不要吃布拉鱼。布拉鱼要有一个概念，布拉鱼不是一种鱼，你把每一只布拉鱼拿出来研究，每一只都长不一样。它是所有可以长成中鱼、大鱼的鱼宝宝。还在吸奶嘴，就被你抓来整盘吃掉。你那一盘吃掉多少只？咱人安尼食话，咱以后海内底敢阁有鱼？我无鱼啊！你要看鱼，你爱去迄个
迄个海洋海参馆啊啦，没有野生的鱼了啦。好，你讲钙质啊，钙质一定乌龟就好啊，你咧食不拉鱼要从哪？对无？你食排骨啉乌龟就好啊。你想要那你的钙质无你嘛，你迄丁香鱼嘛会当。丁香鱼怎样哈？丁香鱼就是一种鱼，它就真的只能长那么大，可是布拉鱼不是，布拉鱼全部都是鱼宝宝。啊，所以马麦甲用太大太小的鱼都不要吃，不然我们鱼业，什么叫巴掌型的鱼？什么鱼最好？你知道？尤其养殖的，那个什么沙板鱼、丝木鱼，还有啥？鲷鱼，个吴郭鱼啦，吴郭鱼，石斑嘛是养殖的，迄种拢看规只的，规只一盘的。另外一个餐厅甲人写恶评啦，讲叫了一个翻车鱼头，也没看到头。老板说没有人能整颗翻车鱼头端给你啊。因为翻车了。翻车鱼是甲鲔鱼相共，迄一只足大只的，翻车鱼足古锥吼，伊身体很小，就整颗看起来好像鱼头在游泳而已，无身体的，迄叫花莲那边的翻车鱼，那个也不要，那个也被我们吃的大鱼都没有了，越来越小，我们的鲔鱼也是被越抓越小，好，所以甲鱼啊，对咱。咱进乌鱼哦，拢互北边遮掠了，拢互上游拦截啊，所以咱遮无啊，无咱到咱遮拄啊成熟，伊遐是安怎？迄个搁细只的，无迄乌鱼子盐营养不良，到咱遮它是成熟，结果上游就一网打尽了，所以咱遮愈掠愈少啊，因掠伊若卖无好啊，因为。大陆遐新掠着，新掠着还袂大汉的啊，搁细只的啊，营养不良。所以咱的洋流吼，对咱的气候甲咱的体验，这拢有影响。好来，咱来看四肢的发烧的地区，佮温室效应。来，什么叫温室？寒带所在于就要植物，迄植物要起热带植物，伊拢起一个玻璃厝，还是亚克力的，起一个玻璃啊亚克力的，伊内底安怎？会晓烧到温度较悬，所以伊内底当饲一寡，甚至你我会当饲仙人掌，我会当饲像北欧迄个国家，咱若有温室，咱内底当饲热带植物，会当饲仙人掌。因为内底温暖，咱地球的大气层有保温的效果，毋过你爱注意哦。我把这个，咱地球吼，甲咱的温室保温原理无相共。咱的温室是太阳照进来，伊规间厝是空起来，所以伊无造成空气的啥。磷化二轨热传导的3个途径以上，辐射，辐射，对有，那你若秩序拢黑白啊，传导对流辐射啊，热的传播，传导对流辐射啊，所以恁是考过这种题目，这个保温瓶诶，啥物所在是咧阻挡传导的？阻挡传导。中间有一层那个空心。对啊，迄个真空夹层嘛，阻挡对流的以上，较大嘛，阻挡辐射就是内层迄种嘛。以前有一个迄个做生意啊去中国大陆迄个装卡给推销的热水瓶，装卡做落后的，无人看过即种。我伊就叫来，伊就去找迄个村长夫人，因为村长夫人介好去啊，干那伊买会起尔。伊甲村长夫人推销，讲你来看这，村长夫人讲这哦，这啥物东西啊？伊讲这叫保温瓶，
啊，保温瓶是要创啥？我还讲，保温瓶冷的物件迄落会保冷，烧的物件迄落会保温。啊，照用哦，我买一个，买一个，计你个3亿妇女会个，计迄个因咧土风舞妈妈班。来看，我今仔买这，你这啥物东西啊？这叫保温瓶。啊，保温瓶啊，伊个照迄商人讲过，这个物件，冰的物件下面会保冷，烧的物件下面会保温。啊，照用，啊你今仔日甲下啥？我下一杯热咖啡跟2球冰激凌在里面，因为商人忘了跟他讲，保温跟保冷不能同时用，结果拍开变啥？咖啡奶昔，2个就达到什么热平衡？热平衡，这个热血无而好啦。啊，咱的温室效应是安怎？我们地球的大气是怎么样把热保存伫咱地球？来，咱看哦，阳光照来，是毋是啥物光线拢有？为紫外线、可见光、红橙黄绿蓝靛紫，甲红外线全部拢照着入来，阁有辐射咯。啊，无照到地面，迄落吸收了后，伊用热的形式反射出去，用热的形式给红外线出去。咱若无大气一个反射出去啊，毋过咱有大气，大气内底温室气体会吸收红外线，甲保存伫遮，伊吸收的，佫会甲反射回来，这个温室效应。咱地球若无温室效应，咱进地球的平均温度是15度，咱若无温室效应到零下。啊，毋过咱即个问题是咱的温室效应伤严重啊，好，咱的温室效应太严重，所以咱造成咱地球发烧的结果会安怎？咱想让温室效应伤严重，这你拢知影嘛？咱的温室气体有啥？对，几种温室气体？二氧化碳嘛，还有啥？甲烷，其实水汽也是一个温室气体，但是水汽不是咱会当操控的，咱因为咱人类的关系增加浓度的是二氧化碳和甲烷，二氧化碳对对来的，咱烧迄种化石燃料嘛，石油嘛、煤炭嘛，工业化的结果嘛，化石燃料是啥物？个古在动植物待伫涂骹，古在动植物待伫涂骹是要有能量，其实讲起来，伊可以吸收，把古时候的太阳能保存成化学能。你知太阳能啊？因为古时候动植物就是因为有太阳才能活下去，才能生长，才能行光合作用嘛。啊，咱即摆把几亿年待伫涂骹的太阳能释放出来，咱甲释放出来变热能了，所以造成温室效应。甲烷是安怎来的？反刍动物的排气，反刍动物消化道的排气。你讲啊遮文雅，我甲你讲啊，牛羊放个屁啦！尤其牛啦，我们现在咱人家在讲牛白，所以饲倒在牛对无？伊会拍会放屁嘛，所以伊内底拢甲烷嘛，有4个位的那一种嘛，所以甲烷的温室效应也很严重哦，我们不要小看，所以咱造成全球暖化，全球暖化会发生啥物种吼？上简单的。海平面上升，海平面上升，海平面上升，有的国家就无去啊。太平洋的迄个啥物图瓦卢，规个国家搬去纽西兰，因为它的国土不见了，退潮才会出来，爱干会大啦，
那么呢，海平面个上升，你要上去要坐船的，因为平原都在海面底下了。海山顶的土地就大钱啊，因为山上丘陵又变平原了。以前有一个电影叫《水世界》，台湾科斯纳诶，讲那世界因为温室效应，所有陆地都不见了，所以他们每个人残存的人类拢每一个人拢有船，啊有哪有坐船遐相拍冤家哦，啊但是因有寻找中的乐土，就是世界仅存的岛屿。我想可能是即摆喜马拉雅山，还是青康山高原，啊伊正义水底会当看到古早的城市、古早的城市、高楼大厦都在水底下。咱卖有一天有那变热水世界啊。温室效应会造成冰层融化，所以咱的北极熊讲无所在通大，伊的冰层愈来愈少。南极的企鹅嘛，迄个阿尔卑斯山是滑雪圣地，因滑雪落来是爱坐缆车去。缆车爱有支架顶到头内底对无？啊，毋过伊那是冰层，所以伊是顶伫冰层，伊迄叫永冻土，一年四季拢袂移位的。啊，毋过伊即摆开始游啊。你的冰层，若游离你的缆车的支架拢安怎？总啊倒落啊！你坐缆车变做坐云霄飞车啊！你滑雪落来，啊缆车给你搁坐唔到云霄飞车落来。我带缆车的车厢动滑雪车厢来不落，所以因咧滑雪圣地的国家都紧张啊。他们打不到地，他们地基打不到地，因为伊永冻土太轻嘛，所以拍伫个冰角内底煮啊好，徛会知。但是你若开始游，伊就徛袂知啊。过来。你的气候转变愈来愈热，你会造成各种像病媒蚊、细菌的滋生。开始本来这个土地无的蠓仔虫、无的迄个微生物，拢因为温度的提悬会增加。然后因为你讲伤热啊，伤热嘛会迄个。异常气候，啥物叫异常气候？风台、飓风、台风，甚至暴风雪嘛是异常气候。你知影？暖化之后，暴风雪次数也会增加哦。因为是不稳定的因子增加，不是因为说，温度升高了，怎么还会暴风雪？那个叫异常气候，异常气候是因为不稳定的因子所产生的。你的气温增高之后，你的不稳定的因子几率会增加，所以所有异常气候，不管是哪一种异常气候，发生的几率会提悬而且会愈来愈大，愈来愈严重啦，风台会愈来愈大啦，这个。异常气候，所以你的高温、洪水、旱灾，这拢会变成很频繁。这个全球暖化，爱家袂讲着，咱高4之4也讲着，讲咱人类因为要应付全球暖化，造成了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啦？所以咱4之2全球暖化。高价。